我後來嗰啲音樂同電影關係好密切嘅。點點點點之後，一路後邊我做過好多部電影配樂，我都好多時都係都係俾 rock and roll 影響幾大咯。譬如《龍虎風雲》咁講，成個配樂嘅感覺都係 rock 同 blues 嘅 combination 嚟嘅，係咪？我一切決定，都係痛苦與試過灰心，經過失敗，但世人始終不滿，始終不了解。咁當然我又中意啲新嘢啦，譬如嗰陣時有 synthesizer 開始咁，我幫阿徐克配呢個《鬼馬智多星》咁啊，就係用一啲比較電子嘅嘢啦，用啲比較電子嘅 mix with rock 啦。配樂嗰個歷程裏邊嚟講，我都好 enjoy 即係電影配樂，同埋我未必係唔知係咪第一代咧？即係電影，我當時覺得香港電影配樂係冇人，我知之前好多之前有加啦，早過我哋，譬如40-50年代已經有 original， 但係唔知點解後來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冇人配樂，全部用罐頭嘅，我係好唔舒服嘅。無端端占士邦嘅音樂擺咗落去一部唔知乜嘢戲嗰度咧，好唔自在嗰種感覺咧，咁樣激起自己嗰個感覺，希望自己香港嘅電影係有香港嘅人去做嗰樣嘢咧，咁都曾經推動得幾出力嘅啦，就係。